31. 吴太太买写字。32. 陈太太在讲啥物？33. 我真爱用万年笔写字。34. 有人爱用圆珠笔写字。35. 陈太太还袂买去台北。36. 有人无爱用铅笔写字，是无？37. 恁还袂买读册，是无？是，阮还袂买读。38. 蔡老师还袂来食饭。39. 铅笔我无爱用。40. 学生真无爱写字。